如果我做得唔好，社會有好廣泛嘅呼聲，認為我會應該落台嘅咧，我亦都唔會亂斬權位。主席，我想提醒你咧，正如我講過好多次啦，政府咧係打算7月9號咧就係恢復二讀同埋三讀嘅，咁呢個程序問題，希望你都處理下。咁而家仲有2位議員咧，我邊國家節面講，至今已經有成超過90份解釋同修正文件。文件你睇都出到90份啦，係嘛？咁我哋覺得咧呢個條例咧即係史無前例。我諗香港開埠以嚟咧討論得最激烈咧就係呢條條例㗎啦。唔好咁激動先係嘛？你太離譜啊！因為我火遮眼咧就睇唔到事實嘅。啊，就算專業人士都係咁火遮眼咧，根本佢就冇法子去分辨是非嘅。係有利於實踐一國兩制，係符合香港嘅長遠利益嘅。咁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呢，唔好逃避呢個歷史性嘅責任咯。其實個修訂好簡單啫，你就係要刪除晒啫嘛，係嘛？咁政府表示咗唔同意啊。而家即係直情政府去到呢個放屁啊！直情，即係局長你覺唔覺得自己係騙子啊？咁我當然唔承認我自己係騙子啦，我冇咩補充啦。我諗涂議員無論點大發雷霆，我都係只可以咁答。涂議員情緒太激動啦，又唔守規矩又冇禮貌，我唔會再答佢問題。即係你咁嘅態度，人哋問個問題實質嘅，你係訴諸於話你我真係平時坐車嗰位的士司機酒樓侍應啊麥當勞嗰個服務員，佢會拎住嚟同我逐條辯論呢。工作其實已經完成咗佢歷史嘅使命㗎啦，呢啲已經係過去嘅，的而且確啊，唔好笑啊，我講得啱㗎。局長咧就做咗2個角色，做咗裁縫公司，又做咗個騙子，咁啊偷天換日，完全將有嘅理據喺度咧，就蒙蔽市民，數人頭又唔夠人多，上街又唔夠人多。佢話佢係騙子，我話我係咪冇冒犯性嘅主席？嗱，局長咧，如果你啱喎，已經有議員爆個粗，我都好難聽啦嚇，又要聽呢啲咁嘅説話。本人就唔係中國法律專家啦，係嘛？但事實上有好多人呢，邊位係中國法律專家，我唔敢講係嘛？但亦都好多人甚至冇讀過法律嘅外國人呢，亦都有可能自己走出嚟話自己係中國法律專家。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嘅，時不時有人跳出嚟咧話自己係某方面嘅專家，我哋日日都見嘅。基本法23條立法，會咁樣嚟削弱我哋啲人權啊！有人語無倫次歪曲我講嘅説話。沙士疫症啱啱平息，7月1號民憤爆發。係有自由反映佢嘅意見嘅，咁有啲人俾人誤導咧，冇緊要嘅嚇。違抗魯莽，堅決遊行，和萬眾一心，也陪我艱辛，我出氣㗎。滿街黑衫嘅示威者達到50萬人。嚟自唔同年紀、唔同階層，有2點好重要嘅要求。佢哋叫嘅口號、舉嘅標語，匯合咗好多嘅不滿。真熱流，恨老黨，保民主，愛自由。23條立法，民主派認為條例威脅到人權自由，但政府稍為修改條文之後，堅持預期喺7月立法，爭拗白熱化。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係非常之唔妥當。主席，我嚴重抗議。先係冷靜啲，唔好咁激動先係嘛？你太離譜啊！因為遊行歷時8個鐘，示威群眾逼滿由維園到中環嘅大街小巷。佢哋等待嘅係政府嘅一個回應。市民因為當日係
放假啦，有啲人係當係一種活動咁去參加嘅，所以唔好話以為好多人上街就一定係反對23條，或者係視為一種咧對政府施壓力嘅工具。 5日過後，政府宣布國安條例會有3項修訂，但立法勢在必行。上街遊行，但係跟住落嚟，形勢急劇變化。琴日自由黨我哋開咗幾個鐘頭會，都係覺得我辭職啊係冇選擇之中嘅唯一一個比較好啲嘅選擇啦。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唔同意如期立法，突然辭職。董建華嘅治港班子分裂，立法會中冇足夠票數通過法例。7月7號，董建華66歲生日，佢深夜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押後立法。7月16號，葉劉淑儀同梁錦松請辭，成為問責制實施以嚟第一批辭職嘅高官。啊，葉太，你支唔支持平反6·4議案呢？唔會投支持票。 Baby 選特首，寧願唔翻頭㗎。做人嘅嘢唔係非黑即白，唔係一定要做保皇黨或者做反對黨。其實有時由掃把頭一 rap 變成尊貴議員。私人時間啊，休息時間啊，可能美容護膚 facial 啊，嗰啲都要犧牲㗎，更唔好講話翻頭假啦，你話係咪？哇，咁犧牲，梗係唔係講做議員啦，係做特首啊！近來係多咗市民同朋友咧叫我考慮，咁我就係咯，我積極考慮就係咁啫。因為佢時間越嚟越近啊嘛，咁啊梗係越多人叫啲人哋認為有條件嘅人，可能有條件嘅人考慮啦。咁我覺得係順應民意嘅啫。究竟係順應民意定係天命所歸呢？你可以講我係長時期準備，不過我準備方法唔係去拉票咁計啊，唔係請食飯啊、送花啊咁去拉票，唔係咁嘅。咦，明串佢喎？佢約咗我4次。係啦，你唔肯見佢嘅原因？我唔想人誤會啦，以為我會去想做佢嘅阿姨啊。如果佢令我五體投地，咁我咪自動做阿4啦，係嘛？呢3件全部都冇資格啊！特首需要嗰3個條件係相互聯繫，缺一不可咯，係嘛？咁如果你咁樣睇法，個要求好高咧，咁就目前睇唔到有邊位候選人係符合咯。我係咁嘅意思。即係你最掂啦！我覺得未來嘅特首一定要係一個政治家，即係講嘢都要你哋啱聽咯，傳媒都知啦，係嘛？好容易失言咧，又會被要求道歉啊，咁係嘛？以前啲人都話我清兵啊嘛，係嘛？心口寫個勇字啊嘛，我都吸取教訓，純粹勇係唔足夠。我點個票咧，我係得到個結論咧，我得到嘅應該嘅鐵票係唔足以支持我繼續角逐2012嘅行政長官選舉嘅。咁我向各位宣佈咧，我就會放棄角逐嘅。呢場行政長官選舉咧，係變咗一場鬧劇，分分鐘成為國際笑話，係充滿負面嘅攻擊。作為香港人，我好痛心，我歡迎曾鈺成先生參選，我好尊敬佢嘅。如果我同曾先生競爭，我相信一定係君子與淑女之爭。佢形容自己有豐富嘅政府工作經驗，但係承認當年處理23條立法手法強硬，已經深刻反省。但係強調作為負責官員，自己冇錯。處理23條係我當時嘅職責。如果真正一個有腰骨有膊頭嘅人呢，面對當時咁惡劣嘅環境呢，仍然堅持落去，我覺得我係對得國家，我係對得國家，對得我嘅上司，我係對得我嘅上司住嘅。